习哈。那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台湾图书馆它是台湾目前现有图书馆年纪最大的它成立在1914年，也就是民国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还在日本统治时期，那时候成立的图书馆名叫做台湾总督图书馆。那后来2次大战结束以后，就改成首先改成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图书馆，后来又改成了台湾省台北市图书馆台北图书馆，台湾省台北图书馆。那后来又改成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隶属于中央图书馆，也就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那是它的分馆。那么102年1月1日开始，就是教育部组织再造，那么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就正式独立为国立台湾图书馆。那这个国立台湾图书馆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承接了台湾总督图书馆的馆藏，还有在1940年日本为了南进成立一个叫什么馆南方资料馆南方资料馆。那这2个馆的藏书遗留下来，大概超过20万册了。那这个20万册变成说研究台湾早期很重要的文献如果想要研究台湾相关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旧事做一些研究，包括从事研究的教授啦、硕博士生啦、文史工作者啦，或者说学校的老师啦，通通可以到国立台湾来找资料。把这些旧的资料数位化是我们目前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希望不一定到图书馆，但是可以透过网络也可以查到历史，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我到这个馆里面来一直想要这样做，让读者更方便尤其是在这个资讯这个特别发达的时代这样做。那为了让各界能够了解国立台湾图书馆有哪些馆藏资料，尤其是以前旧有的这些资料，还有怎么样去利用它。每年在北中南都会办这样的文史研习。我们也聘请了一些当时一流之水的教授，像我们今天的蔡建堂教授，他就是其中非常敬佩的一位，非常这方面非常研究的学者来做导引蔡建堂教授在台湾图书馆多年来都一直来习，所以他对国立台湾图书馆的馆藏资料非常熟悉，特别是他是一个台湾水一个非常有名的甚至可以讲是国宝级的一个教授。他虽然已经退休了，可是有退休跟没退休一样。